勝已經開始展開終結，然後就冇刺精踩埋邊上緊啦，外檔亦都有呢個審慎上緊呢個美好世界，然後呢個翠河嘅啫，去到最後200米嘅時候，今位幾個節目已經脫力而出㗎啦，跟住咧就有呢個審慎追緊佢，然後翠河已經大外檔上緊啦，太子亦都大外檔上緊嚟嘅，終點在望嘅時候，翠河嘅中面雙方同有幾個節目咧已經係超前㗎，跟住又有審慎啦，然後最後多少都要太子上緊嚟嘅，過終呢個時候第一名嘅翠河，第二名係審慎，第三名嘅影相啊就係太子同埋金輝已經跟住登記㗎。呢場賽事啊，見到就香港嘅馬王翠河咧取得勝利㗎。最後少少見到有勝利啊，同埋呢個神龍出海啊，呢個電子領域冚唪唥都香港馬喺第2、3、4位，跟住有普通之寶，然後外檔啊有呢隻皇家06啊，然後就係呢個雞尾仔亦都發緊力啊，跳舞人都大外檔上緊嚟㗎，去到最後200米嘅時候，見到必勝灣仲有接邊成兩個馬位，而家見到雞尾仔幾個節目衝緊上嚟力逼啊呢隻必勝灣，跟住就係得獎英雄啊，然後皇家06咁樣㗎，去到最後100零米，雞尾仔已經係贏咗出嚟㗎，而家必勝灣仲喺第二位，嗱得獎英雄衝上嚟威脅佢，個終點第一名就係呢個雞尾仔，第二名啊就係有啊影相嘅就係必勝灣同埋得獎英雄啊。喺2、3位比較接近㗎。嗰啲馬球轉翻到直路咗，仲有300零米左右。前面第一隻突咗為起黃寶，突咗海賽追，見到就係奇彩。中間打邊見到仲有大幕霸咗大咗，終於見到隻蓮華生輝，我咪上嚟見到仲有燦華嗰啲馬嘅。前面起黃寶啊，第一隻領先，蓮華生輝3跑兩步就拍住佢啊，中間攬啊攬啊，仲有奇彩外面上嚟，仲有燦華嘅蓮華生輝越騎越有啊！奇彩都係得個攬住嘅啫，香港隊先拔頭籌，蓮華生輝跑第一，奇彩跑第二，起黃寶第3、第4名應該收低係陽光定係燦華啦。蓮華生輝世界短途馬王就喺呢度啦，全部世界短途馬王級嘅馬都要輸俾蓮華生輝，好犀利啊呢隻馬！燦華上屆盟主追咗一條直路都追佢唔到，蓮華生輝跑第一，跑第二名嘅奇彩。好啦，差唔多轉完彎預備去到直路口嘅位置啦。前面第一隻突咗嚟，幾起最高突咗嚟開晒追佢，而家見到嗰隻係天鷹翱翔啊，係咪有咗見到仲有網絡電郵？西國明顯未揾到啊，入邊攝上嚟，仲有就係躍升啊，但係將啲見到仲有爆冷啊。前面第一隻突咗嚟，見到入邊嘅西國明遠，將人同佢鬥緊，見到網絡電郵外邊爆冷，喳聲長驅直進嘅，依然領先少少，仲係西國明遠啊。後面上嚟網絡電郵追來追咁到中間天鷹翱翔騎落又反應相當之好嘅，西國明遠鬥緊外邊，仲有嗰隻就係大利來啊，大利來鬥緊西國明遠，大利來西國明遠一齊中好似人跑第30名應該上嘅，睇下講緊北非風情啊，定係網絡電郵啦？西國明月喺度以為殺退網絡電郵噶啦，但係大利來呢隻未輸過嘅馬女如飛殺上啊！大利來西國明月一齊中好似人跑第3名，北非風情跑第4名先至係網絡電郵噶。一轉入直路嘅時候咧，成排馬啦，見到外檔必二勝咧，閂咗呢個翠河曬，進葡德亦都係泵泵呢個翠河噶。見到前面有駿馬啦，突出少少，跟住有美好世界內檔啊，係有呢個海船燈啊，仲有大外檔智多寶啊，仲有大概200米路程啦，就係前面鬥得相當緊要，有智多寶又突出少少，必二勝啊，挨住呢個進葡德啊，中間呢個翠河咧，收咗山之後咧，又上喺中間上翻嚟嘅，終點在望啊，智多寶仲係壓住呢個翠河嚟跑嘅，過終點嘅時候，智多寶贏呢場賽事，翠河第2、第3咧就金威。住安田嚟跑中檔，仲有就係點心，然之後黃鑽石，咁最後啲跟住就係陽光，然之後上緊嚟仲有樂意洋洋啊，最後啲跟住就清福王啊，開心歡笑啊，然之後就係企業精神啊，大富之星啊，創華嗰啲馬嘅，分咗兩橛嚟跑，記得前面嚟講咧，突咗為大外欄位置，見到寶上榮中間就係創華啊，蓮華生輝而家先係中檔，踩有安田亦上緊嚟嘅，3跑兩步之下咧，見到創華越騎有應該係贏創華跑第一，跑第二，黃鑽石跑第3名，安田跑第4名先至係蓮華生輝。好啦，差唔多轉完彎，預備入正直路啦。前面放頭依然仲係君子嘅，第一上嚟威脅佢就係喜蓮精神，外面騎緊就叫偶像啊，入邊灰馬上咗嚟就係原動力，外面仲有衝刺得幾凌厲嘅就係實業先鋒，帶我嚟上嚟仲有豪情快勝啊！電子麒麟就而家抽出外欄衝上，睇下前面追唔追到啦。前面領先依然仲係喜蓮精神啊，第一隻追佢就實業先鋒，外面豪情快勝亦踩緊有個大外欄，電子麒麟騎下都係攬下嘅啫。喜蓮精神就鬥緊呢個實業先鋒，實業先鋒去勢好似好啲啦，喜蓮精神仲喺入邊嘅，實業先鋒跑第一，跑第二名，喜蓮精神跑第3名啊，就豪情快勝噶。實業先鋒重現光芒，結果呢贏出呢場賽事，香港金杯。轉翻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紙醉金迷放下甩咗多少啊，擠嚟咗個半身位首先入嚟噶，步步勇都散散啲噶啦，內欄代之起呢，就有呢個喜蓮戰略啊，走入邊攝啦，無私嘅勝利飛驅啊，中外檔嘅馬呢，見到喜利多啊，大外檔呢，仲見到呢，就係鄉村樂韻星運爵士噶，入到最後200零米啦，紙醉金迷佔尖啊，但係呢個時候呢，見到勝利飛驅走 S 型咁都衝上嚟啊，大外檔殺上嚟仲有啲星運爵士啊，差唔多追近終點，勝利飛驅好有機會贏啊，大外檔殺上嚟第2位星運爵士，第3呢，就係紙醉今日第4係紅旗飛揚啊！
就嚟轉入正路咁滯㗎啦，見到呢個鼎盛仲係車放車流，轉有個零馬位嘅，而家福星用將開始逼近佢，跟住美好時光亦都殺緊上嚟啊！最後多少見到有聖基啊，外檔亦都有進大上嗰啲㗎啦，去到最後300米嘅時候啦，鼎盛啊猶有餘勁啊，仲係佔之有成2個馬位嘅，而家見到啊呢隻一定位喺內欄呢已經攝緊上嚟啊，跟住有呢個歡笑而家打緊衝鋒啊，然後先至見到有老友記而家上緊嚟嘅，去終點在望嘅時候見到呢個一定位佔少少歡笑而家追緊佢，跟住有老友記啊聖基上嗰啲嘅，再接近咗終點嘅時候一定位一路壓住歡笑過終點，第1名一定位，第2名係歡笑，第3名係老友記，第4名天之月。而家告魯夫同埋消息咧，已經喺外檔衝緊上嚟啦。跟住咧就係有必全勝，然後就係呢個加泰隆尼原居民喺外檔上，跟住先有呢個星字啊埋球位啊。去到最後300米嘅時候，告魯夫已經係帶咗出嚟㗎啦。跟住咧就係有呢個係內外個檔啊雞尾酒殺緊上嚟啦。然後就係有呢個原居民啊，仲有呢個係加泰隆尼咁樣㗎。去到最後200米嘅時候啦，外檔嘅呢隻雞尾酒已經佔咗成個馬位㗎。而家見到原居民啊追緊告魯夫啊，跟住咧就係有呢個就係加泰隆尼過終點，第1名就係雞尾酒，第2名就係原居民，第3名告魯夫。有風雲小子啊，再後啲跟住就係勁闖，勁闖再之後跟住就係芙蓉鎮啊，然之後跟住就開心整咗拍出一條，仲有獨步青雲喺後邊，仲有多利修牛精福星啊，吸引力嗰啲仲係揾緊位㗎嚇。約莫仲有呢個300米左右，前面第一隻突咗嚟精英大師仲係撳住啫，牛精福星開始上嚟追，外面上嚟見到就係好利多，外面再中意見到仲有風雲小子嘅，前面精英大師就依然領先，牛精福星3排粒過上嚟追佢，外面上嚟仲有就好利多嘅，精英大師依然領先，牛精福星啊上嚟追佢，大球之後追住仲有好利多嘅，牛精福星嘅鬥精英大師，牛精福星跑第1，跑第2名，精英大師跑第3名就好利多嘅。牛精福星轉彎入直路喺內欄慳位，最後幾步如狼似虎咁衝上終點嗰步影相，應該影贏咗精英大師啦。精英大師喺呢個階段仲有約莫1個馬位嘅距離，但係牛精福星已經係追到佢啦。外邊上嚟就係呢隻好利多，好利多威脅佢哋唔到噶啦。一對高東尼嘅馬叮當馬頭，牛精福星跑第1，精英大師跑第2，跑第3名就係呢個好利多嘅。差唔多轉完彎，預備入正直路啦。前面放頭依然係再領風騷火出頭，外邊嗰隻係步步勇啊。然之後跟住先見到奇彩抽咗外欄位置，入邊就蓮華生輝，中間嗰隻係燦惑，然之後先至係無敵神區，後面上嚟先至仲係喜蓮精彩嘅。約莫仲有200米左右，前面第一隻突咗係外欄啦，奇彩中間蓮華生輝，後面上嘅嚟，而家先見到燦惑啊，彈咗咗，而家先紅旗飛揚嘅蓮華生輝一騎就彈甩咗隻奇彩啊，燦惑都係得個攬住嘅啫。蓮華生輝報翻一戰之仇，蓮華生輝跑第1，奇彩跑第2，燦惑跑第3，跑第4名要影下相睇下步步勇定係紅旗飛揚嘅。好啦，入正直路啊，前面第一隻突咗嚟，見到咧就好真突咗嚟包冷啊，上嚟追佢啊。後面上嘅嚟見到仲有攝上嚟，仲有呢個威利旺旺啊。然之後後邊仲有嗰隻極品師人啊嘛，好先生就越騎有包冷，暫時都未追到入邊上嚟，仲有嗰隻威利旺旺嘅好先生就鬥緊入邊嘅威利旺旺。好先生跑第1，威利旺旺第2，跑第3名，包冷跑第4名，包裝大師。好先生結果喺無師二胯下呢，扯戰扯走，入到直路過咗威利旺旺，直奔終點，贏1級賽。好先生第1，威利旺旺第2，包冷第3，包裝大師跑第4。